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秋4天的连假，台湾各地热门的景点是安尼逛逛滚，也毋过梨山的民俗甲摊贩煞真热爱。讲即个是十外冬来上届无人潮的中秋节，原来是网络顶出现一张台14架线大塞车的相片，真侪游客看到塞车毋敢来。 有人退房间，有人改行程。讲这个连假的期间，梨山的退房率将近是3成，高龙的水果嘛卖不出去。也毋过其实哦，这张相片是2011年当地举办单车挑战比赛的旧相片。 天地停车场拢无车，中秋连假4天，梨山真冷清，原因就是这张伫网络传来传去的相片。 这个相片要去梨山甲福寿山农场的昆阳停车场第14号架线，规拢是人甲车塌到够严重，未少骑脚踏车人规去光车上山，就是这张相片，互真侪人打电话去退房。我伫遮几10年啊，中秋节那遮无人，退房率应该差不多25%到30%啦。 这张相片其实是2010年举办单车挑战赛，无做好交通管制，真正情形是安尼。 虽然有游客停车场车嘛甜甜，也毋过甲这张相片比较起来差真济。相较于说平日有比较多的情形，并不是在网络上照片这么的大。 连警方都跳出来澄清，梨山当地民意代表嘛唔敢相信，讲一张旧相片就好当地民俗业者甲生意人过一个惨淡的中秋节。即嘛今晚讲刷落来双十连假，游客会使假一次啊，希望讲网友唔通搁入网络乌白传相片啊。